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現時嘅工作壓力真係好大，我個仔曾經試過連續36個鐘頭喺間公司度赤數嘅，所以呢，喺現時嚟講呢，有一種病叫做過勞 burnout， 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定義為係一種長期冇辦法排解你工作職場壓力而導致嘅症候群。而世界衛生大會 WHA 呢，你首次將呢個過勞納入係國際疾病嘅分類，認為工作過勞雖然唔係一種疾病，但係呢可能影響一個人嘅健康狀態。舉例台灣呢，佢嘅勞工平均每11日有1個人因為過勞而死，84人因為過勞而失能嘅。咁過勞我哋點知呢？根據 WHO 佢話有3個情況。第一個呢，就係你感覺耗盡咗你嘅體力，你可以話係筋疲力盡啦。第二呢，就對你嘅工作產生疏離感，或者係對你工作感到消極或者極端厭倦。第三呢，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工作效率係降低咗。但係要知道 WHO 提出呢3個條件呢，只係用喺職業方面，唔用喺其他嘅生活領域噶。咁我哋咁攰，我哋點算呢？有幾招大家可以試下去幫你防過勞而引致你筋疲力盡嘅。第一，要識得適可而止，量力而行啊！我哋要知道自己嘅底線，有幾多嘅實力，我哋做幾多嘅事，而且事情唔好排到咁緊湊。第二呢，一定要練習要一夜好眠，因為睡眠不足呢係引發疲勞嘅重要因素嚟嘅。我哋可以聽下啲音樂啊，或者沖個熱水涼啦，學習呢個呼吸吐納呢啲呢嚟改善我哋嘅睡眠。但係如果你失眠嚴重呢，就要揾專家治療噶啦。第三呢，就可以多做運動。因為運動呢可以舒緩壓力同埋減輕你嘅疲勞，同時呢運動亦可以加強你嘅心肺功能，降低心血管疾病嘅發生，咁就避免過勞死發生啦。第四呢，食啱嘅食物，你冇咁疲勞噶。3餐要定時定量，令到個身體處於正常嘅新陳代謝，同時少食啲高油、高糖、高鹽嘅飲食啦，多補充深綠色嘅蔬菜同埋海鮮，同時呢適當咁補充富含維他命 B 嘅食物。第5點呢，就要適當嘅休息噃，每日我哋要留出一定嘅休息時間，聽下音樂啊，或者畫下畫啊，寫下書法，甚至散下步，呢啲休閒活動都可以幫助我哋解除疲勞嘅。第6呢，就要保持心平氣和啊，少啲生氣激動，避免波動嘅情緒呢會刺激心血管，咁就引發猝死噶啦。第7就糾正唔好嘅習慣，好似食煙啦、飲酒啦、捱夜啦，嗱呢啲會令你身心更加疲倦，應該盡早去糾正呢啲唔好嘅習慣啦。第8呢，就要忙裏偷閒噃。我哋就算做緊工嘅時候呢，我哋間中都要伸下懶腰，或者起身活動一下，望下窗外嘅景致，隨時調整下自己嘅身心。最後嗰點呢，就要定期做健康檢查啦，因為咁樣先至可以幫助你了解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嘛，及早發現身體可能有病變，及早治療，咁就避免你過勞死啦。所以真係要好珍惜自己嘅健康。就算工作幾忙都好啦，一定要揾啲時間去自我調整下㗎。多謝大家收聽。